顾总，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求求您，求求您高抬贵手。起来吧。我也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啊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不可能这么蠢。这样吧，既然你跟常志成很投缘，那我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做秘书吧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呀，就到常志成那里去上班去，也好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好吗？顾总，您是想让我过去替您做些什么吗？你是个聪明人。露露，方叔，西城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西城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，吃完饭再说吧。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庆祝你出院，请吧。Cheers。来吃吧。怎么了？菜不合你的胃口啊？西城，我还是想先把事情说完。好，那你说吧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杀了你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很认真的在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觉得可笑吗？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这么可笑吗？哎呀，锦溪，我是看你刚出院，心情不太好，我逗你开心呢。别生气，我向你道歉。来，坐下来继续吃吧。啊，西城，你能不能认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欺骗了我，我会原谅你，但是我会离开你。怎么了？我又说错话了。锦溪，你别难过了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。明天我就要出差了，咱们两个好好的行吗？啊？你走吧，我骗了你。
你说什么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我没有受委屈，西城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。其实我别说了，何锦溪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以前你经历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都不在乎，都可以原谅你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可舍不掉。你就是你，你是我顾西城的老婆。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常志成，好久不见，又是你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弄死你跟掐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是顾西城派来的？顾西城哦，你把我看得太简单了。我跟他干活，你觉得他配吗？那你到底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老板不是你的敌人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找我是想和我合作是吧？合作，合作的定义是什么？是两方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，你觉得你配吗？那你三番两次的来找我，什么意思啊？如果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，请你下车。常志成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掂不起自己的分量，又不知死活。哎，你们这种人结局都很惨，你知道吗？上次的 U 盘只是一份见面礼，下面的故事才精彩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想利用我做你们的傀儡是吧？然后利用完了，再一脚踢开，必要的时候会让我做你们的替死鬼，是吧？为了生存，你别无选择。我不怕实话告诉你，顾西城现在已经盯上我了，所以无论你们找我做什么，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你多虑了，我们这个事情早考虑到了，越危险的人，对于我们来说越安全。你这次要去多久啊？今天必须要走吗？锦溪，我就是去新加坡出个差，几天就回来了，在家等我。越快越好。放心吧，别拉着个脸，笑一个嘛。
好好笑一个，这样才乖。路上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走了。啊，少爷，行李都上车了，真的不要我送您？不用了，方叔，公司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还有，那件事儿要尽快调查清楚。我知道。喂，贺锦熙，你又把妈妈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很简单，我要你离开顾家，离开顾西城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答应你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还是想清楚再回答我。不过苏妍希，我没有什么担心。贺锦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明明是我姐姐，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妈，你千万别怪我对我妹妹这么狠。20多年了，我跟着贺振东的每一天都生不如死。我当时想，不如死了算了，一了百了。可我后来想通了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初抛弃我、不要我的人是你们，应该受到惩罚的也是你们，为什么我要去死？就当我觉得一切快熬出头，我很快就能过上我想要的日子的时候，我自己的亲妹妹却霸占了我的位置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她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，而我要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？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一切都会回到原点。